好快就嚟到歐洲 Triple Header 嘅第3關，今條片就等我哋簡單介紹一下西班牙站嘅 Circuit de Barcelona Catalunya 啦。賽道就喺1991年建成啊，同年就接替 Jerez 舉辦 F1 西班牙大獎賽，去到而家。開啟 DRS 通過起終點大直路之後啊，就嚟到 T1、T2 右左連續彎 chicane 嘅闊度足夠兩架賽車並排通過，加上呢個係一個中速彎嚟㗎，所以車手係唔需要完全減速嚟通過㗎。咁多年嚟都係一個熱門爬頭聖地嚟㗎。離開2號彎之後啊，就係右長彎嘅3號彎。現代賽車一般都喺地板有通過㗎，所以輪胎同埋車手承受嘅 G-force 係可以去到好高㗎，好容易會因為過高嘅 G-force 令到輪胎失去抓地力，賽車會喺彎中心失控撞車，例如2018年比賽第一圈嘅哥桑咁樣啊。4號彎係一個右彎，同 Monza 嘅 Parabolica 一樣，係一個 Early Apex 高速彎速度嘅彎道嚟㗎。5號彎係賽道第一個嘅慢速彎，重臂力然後轉左，因為4號彎同5號彎中間嘅距離係比較短㗎，4號彎出彎嘅速度又比較高喎，所以賽車好容易喺呢度出現落急嘅情況㗎。6號彎嚴格嚟講就唔係一個彎道嚟㗎，係微曲直路嘅一部分。之後7號彎同埋8號彎係另一個 chicane 嚟㗎，呢個左右 chicane 嘅 apex 路肩都係比較高㗎，所以 racing line 同埋速度一定要控制得比較好，嚟避免賽車衝上去路肩失控㗎。離開8號彎之後啊，係 DRS 嘅偵測點，迎接高速嘅9號右彎之後嘅第一個 DRS 區。10號彎係賽道另外一個重剎區，呢個左彎比較窄，只要速度過快一定會衝出賽道㗎。經過另外一個左彎11號彎，跟住就嚟到賽道最後一個慢速彎12號彎啦。離開長右彎12號彎呢係一段短直路，迎接住13同埋14號嘅高速彎。呢兩個彎道 F1 賽車都係全油門通過，加上14號彎外邊直接係 gravel trap 啊，所以同3號彎一樣要注意速度同埋 racing line， 避免失控啊。14號彎之前啊，同時亦都係賽道第二個 DRS detection zone 啊。出彎之後就嚟到起終點大直路，開啟 DRS 就完成一圈啦。近年喺呢度舉行嘅比賽都比較悶啊，亦都係西班牙建造新賽道嘅原因。不過當然就冇上個禮拜嘅摩納哥咁差啦。但係今年嚟到呢度啊 ，FIA 將會收緊對相信係麥拿倫致勝關鍵嘅彈性前翼嘅檢測。唔知喺換咗冇咁大嘅前翼之後，會唔會令到各隊賽車嘅性能差距會收窄到，去做成一場精彩嘅比賽俾咁多位車迷睇呢？我係阿 Mark，我哋走先啦，係咁先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